眾安保集團與星火科技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共譜發展新篇章。2019年7月25日，眾安保集團與星火科技集團在香港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夥伴協議，標誌住兩大集團邁入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深度合作階段，為雙方業務拓展注入全新動力。簽約儀式現場氣氛熱烈，雙方代表共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眾安保集團方面，董事兼副總裁戴家明先生率隊出席，高級顧問周富祥先生、謝良華先生及顧問陳明先生一同參與。星火科技集團由行政總裁馬志恒先生帶隊，亞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周博宇博士、先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林建明先生應邀出席。與會者排名不分先後，簽約過程中，雙方就合作領域、發展規劃等達成高度共識。與會代表紛紛表示，眾安保集團在安全服務領域的豐富經驗與星火科技集團的科技研發實力高度契合。此次戰略合作將整合雙方核心資源，推動業務協同發展。戴家明先生作致辭中提到，期待通過此次合作，雙方發揮各自優勢，在相關領域實現互利共贏。馬志先生亦表示，將以協議簽訂為起點，深化合作層次，共同開創市場新局面。業界人士分析，此次兩大集團聯手，不僅有利於提升雙方市場競爭力，更將為行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各方均期待未來雙方合作發展暢順，業務蒸蒸日上，共同書寫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